我哋喺崇拜之前，我哋有安靜嘅時間，大家檢查一下響鬧嘅裝置，將佢轉為靜音，或者將佢關掉。請大家以敬畏上帝嘅心，謙卑安靜喺主嘅面前。主啊，求你賜我一顆敬畏的心，教我省察自己裏面嘅幽暗同埋軟弱，好叫我能認罪同埋悔改。特別喺今日人人愛高舉自己，以自我為中心嘅年代，好讓我哋更懂得自卑，承認自己裏面有好多不自知嘅我。故此，我更加要呼求你嘅饒恕同埋憐憫，正如主你十字架上面所講：父啊，饒恕他們，因為他們不知道自己做什麼。主啊，求你賜我一顆敬畏的心，教我省察自己裏面嘅幽暗同埋軟弱，好叫我哋能夠認罪悔改。特別喺今日人人愛高舉自己，以自我為中心嘅年代，好讓我哋更懂得自卑，承認自己裏面有好多不自知嘅惡。故此，我更加要呼求你嘅饒恕同埋憐憫，正如主你喺十字架上所講：父啊，寬恕他們，因為他們不知道自己在做什麼。
弟兄姊妹平安。好，請大家再次檢查個響鬧裝置啊，將佢關咗靜音。我哋現在奉主耶穌基督嘅名開始今日嘅崇拜，請會眾起立。請聽宣召，要稱謝耶和華，歌頌你至高者的名。早晨傳揚你的慈愛，每夜傳揚你的信實。耶和華，你的工作何其大，你嘅心思極其深，唯有你是至高，直到永遠。耶和華嘅作為本為大，佢嘅慈愛永遠長存。我哋嘅神啊，你唔淨止喺早晨以慈愛包圍我哋，亦都喺夜間以信實看顧我哋。你嘅恩典覆庇我哋由一日嘅開始，亦都拖住我哋一日嘅結束。你從來都冇離開過，就讓我哋以敬拜回應你嘅信實不變。我哋一齊同唱1至3節。你的信實廣大，我信我天父，在你永遠沒有轉動經意，永不改變，父神每天是憐憫，無始無終，上主是恩不盡。你的信實廣大，你的信實廣大，清晨復清晨，更經歷神遊。我所需用的恩手豐富預備，你的信實廣大，現在我心。春夏秋冬四季，又在中相識。一於誠實時刻，運轉不停。宇宙萬物都見證造物主宰，述說天父豐盛，盡實慈愛。你的信實廣大，你的信實廣大，清晨復清晨，更經歷神遊。我所需用的恩手豐富預備，你的信實廣大，現在我心。你赦免我罪過，賜永遠安寧。你想與我同在，安慰人靈。求賜今天力量，明天的盼望。從天降下陽電，福樂無窮。你的信實廣大，你的信實廣大，清晨復清晨，更經歷神遊。我所需用你恩手豐富預備，你的信實廣大，現在我心。詩篇89篇，詩人提到萬軍之耶和華，誰能像你？你大有能力，你嘅信實在你四圍。我哋敬拜嘅神唔單止全能，亦滿有信實。佢個應許永不落空，佢個信實堅立於天，直到萬代。讓我哋咧再次重唱，今次請弟兄唱第1節，姊妹唱第2節，第3節我哋一齊同唱。有請弟兄。你的信實廣大，我信我天父，
不盡。你的信實廣大，你的信實廣大，情神福清神更經歷信人，我所需用你恩手豐富預備，你的信實廣大，現在我心。有請姊妹。春夏秋冬四季，又在中收成，若於聖神時刻運轉不停，宇宙萬物都見證造物主宰，述說天父豐盛信實慈愛。你的信實廣大，你的信實廣大，情神福清神更經歷神人，我所需用你恩手豐富預備，你的信實廣大，現在我心。你赦免我罪過，賜永遠安寧。你相與我同在，安慰人命。舊似今天力量，明天的盼望，從天降下恩典，福樂無窮。你的信實廣大，你的信實廣大，情神福清神更經歷神人，我所需用你恩手豐富預備，你的信實廣大，現在我心。主啊，你嘅慈愛必建立到永遠，你嘅信實必堅立在天上。我哋大家一齊祈禱。主啊，當我哋想到你嗰份從來唔變又深又廣嘅信實，我哋嘅心就得着嗰份安穩。生活裡面有忙碌有壓力，有陣時我哋都唔知點樣行落去嘅時候，係你一直陪住我哋。你創造世界，你創造我哋嘅生命，每一個清晨，每一個氣息，都係你嘅恩典。主啊，我哋敬畏你，因為你係嗰位睇得見我哋，又看顧我哋嘅主。你嘅創造係向我哋顯明，我哋係你嘅親自塑造、親自愛護嘅子民。主耶穌，我哋帶住敬畏你領受你嗰份救恩。你知道我哋嘅軟弱，我哋嘅掙扎，我哋嘅不足，但你從來冇放手。你用十架嘅愛將我哋重新帶到你嘅面前，讓我哋可以再次站立。你嘅救恩係你白白賜俾我哋嘅恩典，係我哋每日都能夠經歷嘅真實。主啊，求你堅固我哋，讓我哋喺生活裏面，無論喺工作、家庭、人際、選擇當中，都能夠活出對你嗰份信靠同埋信服。感謝聖靈常常喺我哋心裏面工作，我哋敬畏你。你常常喺我哋最需要你嘅時候提醒我哋、安慰我哋、扶持我哋。當我哋迷失方向嘅時候，你讓我哋重新睇見路。當我哋覺得自己撐唔落去嘅時候，你重新俾我哋有力量。當我哋忘記神恩典嘅時候，你要輕輕咁喚醒我哋。聖靈啊，求你堅固我哋，使我哋嘅心柔軟，願意聽你嘅聲音，願意被你帶領。主啊，願你嘅創造讓我哋心裏常存敬畏，願你嘅救贖讓我哋常存感恩，願你嘅提醒讓我哋常存謙卑。今日我哋再次將自己交喺你手裏面，求你扶持我哋，
使我哋喺你嘅家中忠心咁完成你嘅託付，完成我哋嘅使命，成為盛載你榮耀嘅器皿。奉主名求，阿門。主知道我哋嘅軟弱，亦願意以恩典覆蓋我哋。而家讓我哋用謙卑嘅心誦讀啟應經文，承認過犯。我先讀啟。我向耶和華我的神祈禱，認罪說：主啊，你是大而可畏的神，向愛主守主誡命的人守約施慈愛。我們犯罪作惡，行惡叛逆，偏離你的誡命典章。我們若說自己沒有罪，就是欺騙自己，真理就不在我們裡面了。我們若認自己的罪，神是信實的，是公義的，必要赦免我們的罪，洗淨我們一切的不義。我們若說自己沒有犯過罪，就是把神當作說謊的，他的道就不在我們裡面了。我的孩子們啊，我把這些話寫給你們，是要你們不犯罪。若有人犯罪，在乎那裏，我們有一位中保，就是那義者耶穌基督。他為我們的罪作了贖罪祭，不單是為我們的罪，也是為普天下人的罪。我哋同讀呢兩段經文。我們若說自己沒有罪，就是欺騙自己，真理就不在我們裡面了。我們若認自己的罪，神是信實的，是公義的，必要赦免我們的罪，洗淨我們一切的不義。耶穌基督已為世人嘅罪流出寶血，作了贖罪祭，成就咗救恩。會眾請坐。歷代志下5章記載。那時，耶和華的殿充滿了雲彩，祭司因雲彩嘅緣故不能站立供職，因為耶和華嘅榮光充滿了神嘅殿。當神嘅榮耀臨到，佢嘅同在充滿，人嘅心只能夠俯伏敬畏，降服喺主嘅面前。讓我哋帶住呢份敬畏嘅心，一齊去敬拜上帝。聖殿，聖殿充滿榮耀，主坐在寶座上。聖殿充滿榮耀，從今世到永遠。天使天軍獻眾兒女，降服你面前，舉手敬拜。我們禱告，我們敬拜，如星相繼到你寶座前。天充滿榮耀，主坐在寶座上，聖殿充滿榮耀，從今世到永遠。天使天軍獻眾兒女，降服你面前，舉手敬拜。我們禱告，我們敬拜，如星相繼到你寶座前。
神嘅同在保護，神親自帶領佢哋出埃及。今日我哋喺人生嘅路上面，有高山，有低谷，有黑夜嘅時候，帶領以色列人嘅主，佢同樣親自帶領我哋，就讓我哋一齊用敬畏嘅心，再次去敬畏我哋嘅主，雲柱火柱。雲柱火柱，我們跟隨，你必保護，必帶領，將來的榮耀大過先前的，你的榮耀降臨。雲柱火柱，我們跟隨。先前的，你的國度榮耀降臨。主啊，我們敬畏你，唯獨將榮耀歸於你。我們敬拜，我們高舉，願你國度榮耀降臨。主啊，我們敬畏你，唯獨將榮耀歸於你。你的聖殿充滿榮耀，從今世直到永遠。我們敬畏你，唯獨將榮耀歸於你。我們敬拜，我們高舉，願你國度榮耀降臨。主啊，我們敬畏你，唯獨將榮耀歸於你。你的聖殿充滿榮耀，從今世直到永遠。主啊，你喺我哋前頭，願我哋一生都敬畏降服喺主嘅面前。阿們。詩篇28篇7章記載：耶和華是我的力量，是我的盾牌，我心裏倚靠他就得幫助。主啊，你應許喺我哋軟弱嘅時候成為我哋嘅力量，疲乏嘅時候賜我哋能力，受攻擊嘅時候成為我哋嘅盾牌，喺急難之中成為我哋唯一嘅拯救。你嘅慈愛永遠都唔變，求你堅固我。天父垂聽我禱告，天父垂聽我禱告，我軟弱賜我力量，當我困倦時，請聽我傾訴，每日引導我前去，因你是我的避難所，你是我力量，是我的拯救，給我盼望，主恩典豐富，靠近你，我一生必得勝。你是我力量。
你是我盼望，是我的詩歌。我在你蔭下，每天高唱你慈愛永不改變。神啊，請你堅固我。主啊，你係嗰位聽禱告嗰位主。而家呢一刻就請你用聖靈親自同我哋說話，讓我哋能夠安靜喺主嘅面前。主啊，我哋承認自己常常有軟弱、疲乏，亦都會落喺急難同埋攻擊之中。但係你係我哋嘅力量，係我哋嘅盾牌，係我哋嘅盼望。當我哋唔配得嘅時候，你以恩典覆蓋我哋；當我哋面對試探嘅時候，你使我哋得勝。主啊，我哋好需要你嘅手再次扶持我哋。求你堅固我哋嘅心，使我哋能夠靠你站立得穩。求你聽我哋嘅祈禱，奉靠主名求，阿門。就讓我哋一齊再次起立，我哋帶住禱告同埋信心，再向主耶穌去祈禱。天父，天父，誰聽我禱告？我軟弱，賜我力量。當我困倦時，請聽我傾訴，每日引導我前去，因你是我的避難所。你是我力量，是我的拯救，給我盼望。主恩典豐富，靠近你，我一生必得勝。你是我力量，是我的盾牌，你是我盼望，是我的詩歌。我在你蔭下，每天高唱你慈愛永不改變。神啊，請你堅固我，你是我力量，是我的盾牌，你是我盼望，是我的詩歌。我在你蔭下，每天高唱你慈愛永不改變。神啊，請你堅固我，我在你蔭下，每天高唱你慈愛永不改變。神啊，請你堅固我。主啊，願我哋嘅禱告如馨香嘅祭嚟到你面前，求你悅納。阿們。會眾清楚。今日選讀嘅經文係出自希伯來書3章1至6節，會以和修版讀出。請敬聽上帝嘅說話。同蒙天召的聖潔弟兄啊，要思想我們所宣認為使者、為大祭司的耶穌，他向指派他的盡忠，如同摩西向神的全家盡忠一樣。他比摩西配得更多的榮耀，好像建造房屋的人比房屋更尊榮，因為房屋都必有人建造，但建造萬物的是神。
摩西作為僕人，向神的全家盡忠，為將來要談論的事作證。但是基督作為兒子，治理神的家。我們若堅持因盼望而有的膽量和誇耀，我們就是他的家了。感恩今日有葉國強牧師喺我哋當中證道，宣講嘅題目係忠心主僕。有請葉牧師。好，弟兄姊妹早晨，感謝神咧，讓我哋今天嘅敬拜嚇，讓我哋先至一齊嘅祈禱。天父咧，我哋多謝你，讓我哋今天一同嘅嚟到你面前敬拜，願你自己都向我哋説話，讓我哋更加嘅認識你。你唔單止係嗰位忠心嘅僕人，同樣你都盼望你呼召我哋成為上帝嘅僕人。求你聽我哋嘅祈禱，奉耶穌基督嘅聖名。今日咧同大家去講個題目叫忠心嘅僕人嚇。如果你頭先你睇呢段經文嘅時候咧，好明顯有兩個好重要嘅角色啊，一個喺舊約裏邊嘅重要嘅先知就係摩西，係咪？到新約就係我哋嘅耶穌基督。不過咧，如果你細心望下呢段經文嘅時候咧，仲有好重要嘅第三個嘅角色嘅嚇。不過未講之前咧，講起僕人啊呢一個嘅題目咧，我前兩日咧就聽咗個訪問，我都好感動喎。咁所以同大家都想翻向，同僕人都有啲關係嘅。其實咧都係講翻喺大埔火災嘅事件裏邊，咁啊有一位咧應該我估計啦嚇70零歲嘅老人家嚇，咁咧就其實唔係好老，我覺得好精靈嘅嚇。咁咧就講佢點樣咧喺火場裏邊咧就獲救啊。咁咧就佢當時一個人喺屋企，咁咧就佢當佢知道咧出邊咧係即係燒到砰砰聲嘅時候咧，佢都好聰明㗎啦，就幫自己咧就用啲布啊塞住個門口啊咁樣，又開抽氣扇啊抽走啲煙啊咁樣，咁啊就足足9個鐘頭啊喺呢一個嘅即係房喺佢自己間房嘅裏邊。咁啊啲消防員入到嚟嘅時候咧，就見到間屋咧竟然咧冇受到嚴重嘅即係火嘅即係燒到咧，個消防員都話呢個婆真係好犀利啊咁樣。咁咧就消防員咧就話我哋而家咧就幫你救你出去，不過咧要行好多級樓梯喎，因為成10幾樓嘅。咁啊話咧一陣間咧行到中途咧，你會見到個大公仔嘅，不過你唔使驚嚇，我哋會即係攬過去就得㗎啦咁樣。咁我好醒目嘅其實嚇，又話一聽到大公仔，佢都未意識到係啲乜嘢。大家講話唔使驚咧，佢就知道個大公仔咩，咁佢知道啦嚇。咁啊，所以咧咁佢已經有啲心理準備。咁真係咧一出門嘅時候咧，哇！佢話咧伸手不見五指啊，黑掹掹啊咁樣。咁啊消防員好好啦，一個咧就扶，一個就掹住佢，咁啊帶佢行咁樣。咁啊行一級一級咁樣落去嘅時候咧，落到第幾級咧就消防員就講啦，嗱大公仔前邊啦，不過唔使驚嚇，我哋會幫你攬過去咁樣。咁啊真係咧又扶又拎住佢咧。咁就幫佢攬過，咁佢知道嗰個係一個遺體啦嚇。咁咧就，但係咧佢話咧有一樣嘢好感動佢嘅，咁感動佢咩事咧？就係當佢攬過嗰個遺體之後咧，佢知道後邊嘅消防員咧就孭起咗個遺體，跟住咧就將個遺體同佢哋一齊咧送翻，即係離開嗰個嘅火場。咁個婆婆翻去話佢好感動啊，點解咧？因為佢覺得消防員好專業。佢嘅專業唔係只係話當然救人係首要啦，係咪？但係其實你諗下喺個火場嘅裏邊，即係最緊要顧住自己安全啦，係咪？第二咧，其實一個死者你已經救唔到佢㗎啦，已經係咪啊？其實咧你最多驚人撲親人哋嘅啫，但係其實個長者好深感受就係話，對於一個雖然佢已經係死咗個人，但係佢仍然有人嘅尊嚴。佢過去嘅人生可能都為社會做過好多嘅事情。甚至佢對佢嘅家人嚟講，能夠揾到一個自己嘅親人，即使係一個遺體，起碼唔係燒焦咗嘅遺體，對佢哋嚟講都有一種嘅安慰喺度。咁所以咧，佢就好感動，即係見到啲消防員咧，就孭住呢個遺體咧，就離開呢個火場。咁佢覺得咧，佢哋好專業。呢個故事咧令我好感動，係啊，咩叫人咧？係咪人死咗就真係乜嘢嘅價值都冇晒嘅咧？起碼喺消防員嘅佢哋嗰種嘅專業之下咧，我覺得佢好維護緊、保護緊，亦都好尊重緊每個人嘅價值同埋尊嚴。即使一個遺體
佢哋都係咁樣嘅尊重。我覺得呢一個係即係好好。咁佢哋嘅服侍唔係淨係做俾人睇。我諗如果係純粹做俾人睇嘅話，佢真係唔使做咁多嘢，係咪？佢真係所作嘅係即係同佢哋自己工作嘅信念係相關嘅。今日咧我哋講僕人，咁我哋又點睇僕人呢一個嘅主題咧？今日喺你同我嘅身上邊，見唔見到一個僕人應該有嗰種嘅形象咧？嗱，頭先咧我哋所讀嘅經文嘅裏邊咧，主席已經幫佢讀咗啦。咁我頭先講呢段經文有兩個好重要嘅角色嘅，咁一個咧就係耶穌啦，係咪？另外一個咧就係摩西啦。咁啊兩個咧，當然即係耶穌比摩西更加嘅重要啦。但係摩西咧喺舊約聖經裏邊咧，都係一個十分之重要嘅人物。摩西五經都係由佢寫，係咪？由至今喺舊約嘅裏邊冇一個先知比摩西係更加大嘅。不過我話呢段經文其實仲有第三個嘅角色嘅喎，你有冇留意到啊？其實就喺開始嘅時候，希伯來書嘅作者話同蒙天召聖潔嘅弟兄啊，跟住到最撚尾嘅時候，佢話我們若堅持因盼望而有嘅膽量和誇耀，我們就是他的家了。無論佢講緊聖潔嘅弟兄，或者講我們，都係指緊邊個啊？指緊邊個啊？指緊邊個啊？我哋係咯，我哋每一位屬上帝嘅人，我哋每一個信徒，原來喺呢段經文裏邊先至係一個最重要嘅角色。當你明白耶穌係邊個嘅時候，其實佢教話俾你聽，你應該點樣都能夠成為上帝嗰個嘅僕人。嗱，呢個經文咧一開始嘅時候咧，就係即係我覺得佢都有點而激動嘅，即係我唔知大家你讀呢段聖經嘅時候咧有冇呢個感覺？因為一開始就話同蒙天召嘅聖潔弟兄喎。其實咧即係雖然文字就冇情緒高低嘅嗬，但係佢嘅用字咧，我覺得好似咧都有一種嘅激動喺裏邊。呢個激動係源自於佢睇到今日我哋能夠成為上帝嘅子民，其實係何等嘅恩典。嗱，如果咧大家記得我哋之前喺希伯來書第2章嘅時候咧，講到耶穌基督本來係與神同等，但係佢謙卑嚟到人間，點解要咁大周章做咁多樣嘢？原來有一個好重要嘅信息喺希伯來書2章10節嘅裏邊已經話，原來那為萬物所屬、為萬物所本嘅，為要領許多嘅兒子進入榮耀。頭嗰兩句係講我哋嘅上帝，呢個創天造地嘅主。一切都係由佢而嚟，但係佢做我哋呢個萬物嘅時候，唔係只係做咗個世界，佢自己喺度欣賞，佢心裏邊有一個最終嘅願望，就係要領許多嘅兒子進入榮耀。今天好多時即係我哋慢慢即係呢一個世界越昌盛，呢個世界越文明，我諗即係要高住先得，即係呢個文明。但係我哋發覺人嘅價值好似越嚟越低啊嘛！而家咧 AI 越嚟越發達，但係我哋發覺越發達嘅時候咧，人越危險，因為可能 AI 代替晒我哋所要做到嘅嘢。又或者我哋今日好似人嘅命真係好唔值錢啊嚇！即係戰爭甚至乎我唔知大家你知唔知道，原來今日一個咁以前我哋話黑奴咁一啲人口販賣一啲即係好唔文明嘅事係咪啊？但係你知唔知道今日人口販賣嘅人數大概幾多？你知唔知啊？有個5字，你估幾多咧？啊，5000萬啊，係5000萬人口嘅販賣，係比歷代以嚟嘅人數還要多啊！人嘅價值喺邊咧？不過唔講咁多呢住啊。但係上帝嘅心意唔係啊！正如我哋嘅消防員，佢俾我哋睇見佢對生命嗰種嘅重視，而我哋上帝更加唔係盼望我哋每一個人變成只係一個屍體，反而佢想帶我哋進入點啊？上帝嘅榮耀，成為一個榮耀嘅群體。咁佢點樣做啊？使救他們的元帥，他們即係指我哋咧，救我哋嘅元帥因受苦難而得以完全。呢句説話就係解釋耶穌點解要釘十字架受苦，就係因為藉著佢嘅受苦，就能夠成為我哋救恩嘅元帥，之後就帶領每一個信耶穌嘅人
去能夠與神和好，進入上帝嘅榮耀。所以呢段經文一開始嘅時候，佢話同蒙聖召聖潔嘅弟兄啊，佢就提醒今天我哋每一個信主嘅人，原來喺上帝嘅心意嘅裏邊，你哋係好尊貴嘅，你係聖潔嘅子民嚟嘅。跟住喺呢段經文嘅裏邊話俾我哋聽，將我哋嘅眼光再放喺耶穌基督嘅身上。佢話俾我哋聽，當我哋知道今日你之所以成為聖潔，係因為有一位為我哋成為使者、為我哋成為大祭司嘅耶穌，佢就係上帝所指派嚟帶領我哋去進入上帝榮耀嘅裏邊嗰位。嗱，呢段經文呢，有一個字係好得意嘅，因為咧使者呢個字使者呢個字，使者呢個字咧直譯咧，其實我哋平時喺聖經裏邊咧直譯就係使徒呢個字啦。耶穌有12門徒，有冇聽過啊？一定有聽過啦，耶穌所差派嘅使徒係咪啊？呢啲嘅門徒成為使徒出去傳揚主嘅福音，大家都知道啦，係咪啊？但係而家呢一度指邊個係使者，邊個係使徒啊？耶穌啊？咦？可能我哋從來冇諗過嘅喎，係咪啊？乜耶穌都係使徒嚟嘅咩？耶穌係差派使徒出去啫嘛？唔係，喺呢段經文裏邊，佢話俾我哋聽，耶穌都係使徒。甚至佢哋都係大祭司。大祭司呢個就大家都好容易明啦，係咪？因為佢係使我哋與上帝和好嘅嗰一位。跟住第二節話，他向指派他的盡忠，呢個他係指耶穌。耶穌向指派佢嘅就係上帝，我哋嘅天父嚟到盡忠。呢段經文我哋冇理解錯㗎，因為耶穌係真係嗰個被差派嗰位。有冇其他經文又支持佢呢？有㗎。喺啟示錄第5章第6節嘅時候，呢個聖經講描述嗰個羔羊嘅時候，呢位就係我哋嘅主啦。佢點樣講呢？他又看見寶座與四活物並長老之中有羔羊站立，像是被殺過嘅，有7角7眼，就是神嘅7靈。呢個呢喺啟示裏面就係指到耶穌基督啦。跟住呢又話佢奉差遣往普天下去嘅，呢個羔羊係被差遣出去。而耶穌自己咧都直接咁樣講噶，約翰福音20章20節、21節，耶穌又對他們說：願你們平安，父怎樣差遣了我，好清楚啦，係咪？佢自己都宣告話：我係被差遣嘅，被父所差遣嘅。不過佢跟住話咩啊？我也咩啊？差遣照樣差遣你們。我唔知大家覺得，即係你會唔會覺得？俾人洗係一件都幾有時都好似唔係幾重要。有時你喺公司做嘢都係㗎，係咪啊？俾你上司洗咁樣啦，你俾上司洗都冇乜所謂，俾你隔離個同事洗你就好唔憤氣嘅係嘛？因為仲要可能俾你低過你嗰個人洗你，咁你就更加覺得咧即係好受尊嚴、好受傷啊咁樣。但係睇下耶穌係點咧？耶穌甘心願意成為一個被洗嘅人，係咪啊？嗱，如果你講佢係嗰位創造天地嘅主，有邊個比佢更加高啊？係咪啊？佢與父同等嘅喎，都係咪啊？但佢甘願都成為主嘅僕人，被上帝嘅差遣。所以企喺耶穌身上邊，你俾我哋睇到上帝嗰份嘅榮耀係點嘅咧？同我哋世人所想嘅好唔同。一個榮耀嘅主，真正嘅榮耀，一位至聖嘅主，原來係一個甘心樂意去做服侍嘅一個嘅上帝。耶穌話：我嚟就讓你睇到我就係被差遣嘅嗰一位。嗱，呢段經文嘅裏邊，除咗講到耶穌基督之外，當然亦都講另一個好重要人物就係摩西啦。喺第5節話：摩西作為僕人，向神嘅全家盡忠，為將來要談論嘅事作證。摩西亦都係一個喺聖經裏邊咧一個即係表表者。喺舊約裏邊可以話咧冇其他先知比佢更加大啦。而事實上喺聖經嘅裏邊，亦都嚟到去係上帝自己親自話摩西係為神嘅家盡忠。所以喺摩西嘅生命嘅裏邊，其中一個好榜樣就係一個忠心嘅僕人。弟兄姊妹，今天你同我有冇真係喺摩西嘅身上邊學到呢一份嘅忠心，將自己能夠去放低？而係將上帝嘅心意擺在最先。嗱，
呢位忠心嘅僕人，佢要做啲乜嘢咧？嗱，呢度講啊，為將來要談論嘅事作證。摩西好好，摩西係一個好喺以色列歷史裏面好重要，因為點解啊？因為佢要帶領以色列民離開咩啊？埃及係咪？進入光明進入呢個迦南地嘅裏邊。所以弟兄姊妹，我又要做下宣傳啦。教會咧我哋有呢個逾越節晚餐嘅聚會係咪咁做乜嘢要食逾越節晚餐咧？咁樣咁即係我都問你，點解要食團年飯啊？各位新年都要食下團年飯先覺得係似過年嘅喎，係咪啊？點解啊？呢個係習俗呢個咧係我哋嘅信念，因為咧喺中國人嚟講，一家人能夠齊齊整整就係最大嘅咩啊？福氣係咪所以咧我哋都好重視咧，每年食過年團年飯嘅時候咧，大家一齊食啲乜嘢啊？總係有啲自己嘅家鄉菜俾我哋咧係能夠去懷念或者讓我哋呢陣時都可以講下咧以前啲即係爸爸媽媽的故事都唔定。猶太人點解要過逾越節啊？因為喺呢一日一個好重要嘅意義就係佢哋被釋放離開埃及，係咪啊？進入上帝嘅恩典嘅裏面。但係今日點解我哋仲要食啊？因為耶穌基督原來喺佢最後嗰晚，我哋成日講最後晚餐係咪啊？你拎起餅呢個杯最後晚餐係咩餐嚟？你知唔知啊？咪就係逾越節晚餐咯。跟住耶穌話：你哋都要如此行，為的是咩啊？紀念我。牧師我哋個個月都有聖餐㗎啦，係咪啊？但係我哋將人哋嗰個晚餐就簡化到得個餅，係咪？得翻個杯仔潤喉都唔夠咁樣因為禮儀嘅方面，因為我哋時間問題等等，我哋可以簡化咗佢。所以我哋好鼓勵弟兄姊妹一年有一次。呢個唔係必須，不過我鼓勵你咁樣做嘅原因係我哋去效法翻當時嘅猶太人，甚至耶穌嘅時代，佢點樣嚟到去守呢個逾越節，透過食呢個晚飯嘅過程裏邊，其實係一個歷史重溫嘅時間，係佢哋信仰重溫嘅時間，係佢哋去重新去思考究竟逾越節上帝嘅救恩對我作為一個以色列人，或者對我作為一個基督徒有咩意義。所以我好鼓勵大家同我哋一齊去守呢個逾越節嘅晚餐。摩西就係帶領以色列民離開埃及嘅嗰位好重要嘅領袖，就係要帶佢哋進入迦南。但係最終嘅結果係乜嘢啊？摩西入唔入到迦南啊？真係你覺唔覺得真係好唔忿氣啊？係咪啊？成世人做咗咁多樣嘢，就係想帶佢哋入迦南啫嘛，係咪啊？其實可能一入迦南，佢即刻就已經都離開世界拜拜㗎啦，係咪啊？但係都要入下㗎，係咪啊？做咗咁耐嘅嘢，冇理由即係功虧一簣㗎嘛。你會唔會覺得對摩西好唔抵啊？喺申命記裏面，摩西話：我哋成日都話認為係因為摩西嘅失敗，所以因為犯罪，所以佢入唔到迦南。呢個係某一個原因可以係咁解釋。但係摩西解釋都好清楚，話其實我就係因為以色列人嘅緣故，我冇得入，就關以色列人咩事啊？其實喺呢個經文裏邊，可能有一個好重要嘅意思，就係要上帝話俾以色列民聽，真正帶領你哋進入到迦南嗰個唔係摩西。摩西如果要喺上帝嘅審判之下，佢都冇自己都冇能力進入呢個迦南。真正進入以色列，能夠帶領以色列民進入安息之地嗰個，唔係約書亞。你話約書亞啊嘛？唔係，係邊個啊？係耶穌基督，係上帝自己。原來上帝為我哋今日所有嘅人所預備嘅迦南，都唔係而家嘅巴勒斯坦地。而家嘅巴勒斯坦地平安啊！我即係琴日突然間眼都突咗，又打喎，係咪啊？你真係哇！我哋所以就係即係今日唔知聽日事啊，係咪？嗰度都係一個好混亂嘅地方。真正迦南地喺邊度啊？原來唔喺地上邊，喺邊度啊？在天上，上帝為我哋每一個信佢嘅人所預備嘅家。而摩西所做嘅工作，原來最終嘅唔係想你知道嗰個迦南地，想你知道嘅係咩事啊？上帝天上為你所預備嘅救恩，佢所指向嘅，嗱摩西要指向嘅就係耶穌基督自己。所以咧，
呢個係舊嘅 PowerPoint 啊，今朝早我有少少失誤啊，所以唔好意思啊。我就想加翻一節嘅摩西喺民數記嘅裏邊，佢已經講過一句説話，佢話將來會有一位先知像我，係咪啊？跟住咩啊？你們要聽他。嗱，摩西喺佢工作裏邊，原來就係指向緊未來嗰位，而嗰位邊個啊？就係耶穌基督。嗱，當我哋講到耶穌基督嘅時候，所以其實喺呢段經文嘅裏邊，俾我哋睇到亦都希伯來書嘅作者亦都話俾我哋聽，耶穌基督比摩西更超越。佢唔單止好似摩西一樣係嗰位忠心嘅僕人，而且唯獨呢位嘅耶穌基督係真真正正能夠將我哋帶入上帝嘅榮耀嘅裏邊。呢段經文咧，讓我諗翻起啟示錄，另外一段都好重要嘅經文，亦都幾爭論性嘅聖經。因為咧佢裏邊講到一位大能嘅天使大能嘅天使。呢位大能嘅天使咧係有好多人就問緊邊一個啊咁樣。聖經裏邊曾經咧有好幾個天使係有名字嘅，但係咧似乎都未必係。咁究竟呢個大能嘅天使係邊個咧？啟示錄第10章嘅時候咧，佢話到喺聖經呢個末日嘅啟示嘅裏邊咧，有一位大力嘅天使出現，我哋一齊讀下。我又看見另有一位大力的天使從天降下，披着雲彩，頭上有紅，臉面像日頭，兩腳像火柱。他手裏拿着小書卷，是展開的。他右腳踏海，左腳踏地，大聲呼喊，好像獅子哮叫。呼喊完了，就有7雷發聲，7雷像發聲之後，我正要寫出來，就聽見從天上有聲音說：7雷所說的，你要封上，不可寫出來。嗱，呢度咧其實講到嗰個披着雲彩其實咧呢個雲彩咧都好多時喺舊約聖經裏邊上帝顯現嘅時候咧，呢個雲彩嘅顯現，甚至耶穌基督甚至乎話咧佢即係駕着雲彩再來嘅。頭上有紅，呢個彩虹同喺神嘅寶座周圍有紅咧，即係彩虹呢一個嘅形象咧係一樣嘅。臉面着日頭，兩腳像火柱，同喺啟示錄第1章嘅時候，耶穌向約翰顯現嘅時候嘅情況咧，又係一模一樣嘅。呢度話手裏拿着小書卷，你冇講呢個書卷係啲乜嘢，但係咧，我覺得好大可能性咧，呢一個小書卷就係啟示錄第5章嗰個咧，本來被7個印封住嗰個關於末世預言嗰個嘅書卷。不過咧喺第5章裏邊已經好清楚講到呢個書卷因為羔羊將佢打開咗啦，係咪？咁所以咧去到呢一度呢個小書卷，我覺得比較合理。而實上整個啟示錄咧再冇出現其他呢啲嘅小書卷咧，我都覺得呢個咧極有可能應該咧係第5章裏邊咧所提到原本呢一個被封印嘅小書卷，但係因為喺耶穌裏邊已經打開咗啦。跟住咧，佢嘅聲音咧係好像獅子哮叫佢亦都被稱為咧猶大嘅獅子等等呢啲咧，其實咧就所有嘅解經學者咧都認為咧呢個要用咁淨係純粹呢啲咁樣嘅形容詞咧，放喺耶穌基督身上面咧係絕對係合宜嘅，亦都係好即係好合理嘅。OK， 不過困難喺邊度啊？因為第1節咯。第1節寫咩啊？講明呢個係咩啊？唔係基督嘛？呢個係咩啊？天使啊嘛。咁我哋又將耶穌降歸做天使啊嘛，係咪啊？咁所以咧呢個咧就成為咗個即係艱難嘅地方啦。不過咧又咁樣講喎，喺啟示錄嘅裏邊咧，天使呢個字咧原來咧又未必淨係講天使嘅喎。喺啟示錄第1章第10節嘅時候咧，當聖經話俾我哋聽，即係約翰被感動，聽到神嘅聲音，跟住咧就係見到咧即係要就被吩咐咧寫信俾7間嘅教會，當時咧係即係呢個即係亞細亞嘅7間嘅教會。第20節話：論到你所看見，在我右手中嘅7星同埋7個金燈台嘅奧秘。呢個7星就是7個教會嘅咩啊？咁其實呢個使者呢個字咧
同天使嗰個字咧原文係一樣嘅。所以咧，如果我哋直接翻譯咧，可以解釋就係嗱，七星就是七教會的天使啊。所以其中有啲嘅學者認為咧，咁其實每一間教會咧都有個天使嘅，就咁唔知油堂堂嘅天使點咧？大家識唔識啊？我唔知喎，未見過喎，咁咧比較合理，或者今日好多學者都認為呢個所謂天使咧，唔係真係講我哋所理解嘅所謂嗰啲嘅天使，而係咩咧？教會嘅領袖，甚至乎我理解就係整個教會嘅群眾。因為你睇翻個質封信內容就係寫俾教會嘅群眾嘅，所以咧呢個使者亦都但係就係天使呢一個字。所以呢個天使呢個字咧，基本意思就係使者咁解，被差遣嗰一位。咁所以咧，如果係咁樣嘅話咧，係呢個天使頭先我哋所睇嘅經文，耶穌都話我係被差遣嗰一位，咁所以會唔會呢段經文都同樣地可以就係應用喺耶穌基督嘅身上邊咧？以至到我哋睇見耶穌再一次透過天使嘅形象係嚟到宣告係被神差遣嗰個。呢個喺神學上啊，我覺得係可以解得通嘅。不過令我更加相信呢個係指向耶穌嘅原因咧，我都就係中間頭先我都專登冇講噶。佢其中一個形象係點咧？他呢個天使咧係右腳點啊？踏海，左腳咧踏地。呢個腳踏好明顯喺神學上係一個嘅征服嘅意思。有人話咧，哇呢個天使一定係好高大㗎啦，咁啊大到一隻腳嘅踏海，一隻腳嘅踏地咁樣。OK，我絕對相信咧呢段經文所去係用一個嘅寓意嘅解釋，唔係純粹喺即係嗰個嘅講到佢嗰種高大威猛，唔係咁樣嘅意思，而係有一個象徵嘅意義。海好明顯嘅喺啟示錄裏邊咧，好明顯解釋海係代表乜嘢？係邪惡嘅力量。OK， 而地咧就係地上嘅政治嘅勢力。所以呢個天使一隻腳踏海，一隻腳踏地，係意思佢擁有嘅權柄，無論陰間嘅權勢同埋地上嘅政治嘅勢力，佢都勝過。你明白我意思嗎？事實上，耶穌基督當佢講到教會嘅時候，馬太福音第16章第18節嘅時候，佢都講得好清楚，我要將我嘅教會建造在這磐石上，陰間嘅權勢不能勝過他。耶穌基督都曾經講過，呢個磐石當然曾經有好多嘅討論嚇，不過我自己個人比較接受嘅呢個磐石係講緊當時嗰個地理環境。而當時喺呢一個嘅凱撒利亞腓立比呢個地方，就係一個嘅大磐石，而喺個大磐石裏邊起咗好多嘅即係神廟去敬拜當時羅馬嘅皇帝，所以其實係一個政治中心嚟嘅。所以佢話俾我哋聽，今日上帝嘅教會要勝過地上政治嘅勢力，亦都勝過咩啊？陰間一切嘅權勢。所以如果我呢一段嘅經文嘅時候，我諗即係有好多嘅學者亦都同意，其實佢所講嘅係勝過靈界邪惡嘅勢力同埋地上政治嗰個力量。正如咧上帝設立教會一樣。不過咧，最令我相信咧呢個係耶穌基督嘅咧，就反而咧喺第6節，佢話乜嘢咧？究竟呢個天使，哇咁多突然間咁多篇幅去形容呢個天使，咁呢個天使做乜嘢嘅先？係咪？最緊要出嚟做乜嘢啊嘛？係咪？唔係淨係出嚟影，即係就轉個彎咁，跟住就走咗去咁樣，冇意思㗎。佢出嚟做咩咧？呢度寫得好清楚啦。呢度再次強調佢係嗰個踏海踏地嘅天使啊！我所看見嘅踏海踏地嘅天使向天舉起右手來，舉右手喎，係咪啊？你而家識唔識左右分㗎？識唔識左手分手㗎？識啊，係嘛？右手舉起來，跟住咧佢話咩？我指着創造天和天上嘅之物，地和地上之物，海和海中之物，呢個好明顯係講到嗰位創天造地嘅神啦，直活到永永遠遠的。跟住做咩啊？原來佢舉手做咩啊？起誓，起誓乜嘢啊？不再有時日了。咁你會睇下咧一啲注釋書或者有啲唔同嘅譯本咧，佢嘅呢個不再有時日嘅意思係咩咧？
意思係唔會再耽延啦，唔會再耽延啦。OK， 原來咧呢個天使原來係要確保一件嘅事情，乜嘢事情咧？唔會耽延，乜嘢唔會耽延啊？嗱，第7節又寫埋㗎咯喎，我一齊讀。但在第7位天使吹號發聲的時候，正如神向所傳給他的僕人眾先知的，神嘅奧秘成全，呢個好簡單、好直接嘅解釋就係上帝關乎於末世嘅審判同埋救贖嘅計劃會完成啦。所以呢個唔會耽延嘅意思係乜嘢啊？就係上帝末世嘅審判同末世嘅救恩呢件事唔會延遲嘅來臨，你明白嗎？邊個能夠去擔保？嗱，呢個發誓咧，其實即係有擔保嘅意思。邊個能夠去擔保上帝嘅救贖、上帝嘅審判會按時完成，唔會遲啊？邊個能夠做到呢樣嘢啊？只有耶穌基督。起碼啟示錄裏邊係俾我哋一個好清晰嘅答案，只有耶穌基督能夠做到呢件嘅事情。弟兄姊妹，呢個係我哋信心，但係可能呢個未必係我哋感受。我哋感受有時候覺得今日呢個世界苦難究竟仲要幾耐咧？呢啲嘅戰爭仲要到幾時咧？我哋今日、聽日，我知唔知今日知唔知道聽日嘅事咧？我哋唔知啊！大家知唔知道咧？今日係3月1號啊，係咪啊 ？OK 嚇，星期4係咪啊？就2月幾號啊？26號。知唔知2月26號有咩事發生啊？嚇？美儀你記得嘛？自殺開槍嗰件事啊，係咪啊？都可能嗰日係好似有個新聞係咁啊，講呢件事嚇。不過我唔係講呢樣嘢嚇。2月26係咩嘢咧？4年前就係俄烏戰爭開始嘅日子，4年啦，期咗4年㗎啦，我哋。你覺得仲會打落去嘛？打到幾時啊？我哋唔知啊。4年喎，上帝期咗4年喎。你會覺得，可能你都會覺得係咪仲要期啊？仲有冇用咧？係咪真係會停啊？我哋唔知喎。我哋嘅責任唔係可以叫呢場戰爭停，但係我哋覺得要為呢個世界祈禱。我琴日去睇新聞嘅時候，好多新聞去幫我哋回顧呢4年所發生嘅事情。我睇咗幾幅圖片都好印象深刻。一個20歲嘅士兵，20歲幾後生係咪啊？冇咗手冇咗腳，係烏克蘭嘅士兵喺戰場上邊被炸傷，雙手雙腳都冇咗啦。另一幅係有一班人喺度做話劇，嚟到去鼓勵即係烏克蘭人唔好放棄。嗰啲全部都係士兵嚟嘅，但係當我去細心望嘅時候，我發覺咦，點解係咪嗰個攝影師啲技術渣一滯咧？啲樣好似模模糊糊嘅咧咁樣。我再望清楚啲，原來唔係，佢影得好清楚。不過原來因為呢啲嘅人咧都係被燒傷過，所以佢哋嘅面容都扭曲咗啦。我見有一個其中隻腳係一啲義肢等等。但佢哋仍然行出嚟去鼓勵烏克蘭人，你哋唔好放棄，要為國家努力。4年啦，邊個能夠擔保呢場戰爭？即係Donald Trump話1日就搞掂啦，係咪啊？邊個能夠確保呢場戰爭完結？冇啊！我哋琴日仲更加即係我真係人間擘大對眼中東嘅地方再燃起更大嘅戰事。不過其實即係大家都
如果有稍為留意下新聞呢啲，你都有預計㗎啦。其實邊個能夠去起誓？但係耶穌基督咧話俾我哋聽，其實耶穌基督曾經同我講唔好起誓嘅喎，你知唔知啊？佢話點解唔好起誓啊？唔好指着天起誓，因為天係神嘅座位；唔好指着地起誓，因為地係佢嘅腳凳；唔好指着耶路撒冷起誓，因為耶路撒冷係大軍嘅京城。嗰啲地方都唔係你嘅，係嘛？你指住佢起誓冇意思啊！佢就講咁好啦，我乜都唔指，我指我自己，係嘛？跟住耶穌話咩啊？對唔住啊，你連指住自己嘅頭起誓都唔好啊，又不可指着你嘅頭起誓。點解啊？我指住自己喎。個頭係我嘅喎，都唔得。佢話都唔得，點解啊？因為你不能使一根頭髮點啊？同唔同意啊？你能夠指住你連你頭髮變黑變白你都話事唔到啊？你指住你嘅頭起誓有咩意思啊？我最近睇咗一個嘅新聞報導就話咧，人咧即係點樣老法嘅？有好多人咧以為咧我哋慢慢老嘅。咁佢話俾我哋聽咧，其實唔係嘅，一個醫學報告話俾我哋聽咧，有2個時段咧，我哋係有斷崖式嘅衰老嘅。話斷崖式啊，聽到個名都有啲驚嘅啫，係嚇。咁咩意思咧？一個就係44歲嘅時候左右，一個咧60歲左右，我證實係嘅，sorry 啊。呢個係我哋可能你都唔能夠逆轉，唔係你控制嘅事啊！當你去到咁嘅年紀，去到咁嘅階段，你就係會有出現一種斷崖式嘅衰老㗎啦。當然你話都仲有啲方法可以幫我哋減慢啲，或者唔好跌得咁緊要咁樣嚇。但係呢一種情況，起碼現時見到係大部分人嘅情況，係不能自己話事嘅。點解？上帝話俾我聽唔好指着啫。其實上帝如果舊聖經係容許我哋起誓嘅，其實真正嘅起誓唔係一定唔容許嘅。不過呢個耶穌係話俾我哋聽，其實呢啲嘅起誓其實冇意義㗎。與其你起誓，不如嘛，耶穌話不如是就説是，不是就説不是啦。但係今日呢個天使出嚟嘅時候，正正就係話俾我哋聽，佢要嚟到去起誓。以至佢嚟到話俾，所以而都唯有喺啟示錄裏邊，唯有耶穌基督能夠確保上帝呢個救贖計劃嘅完成。所以我認為呢一個使者就係耶穌基督。而耶穌基督嚟，其實你就睇到佢嗰份嘅忠心，就係要讓上帝整個救贖同埋審判嘅計劃能夠嚟到去完成。基督以大力嘅使者嘅形象顯現，要表達佢自己對上帝嗰份嘅忠心。一心去完成嗰個上帝託付俾佢嘅使命。今日我哋有冇效法基督呢一種作為忠心僕人嘅榜樣呢？基督向上帝嚟起誓，佢自己係全能嘅上帝，亦都係上帝嘅使者，亦都唯有佢能夠確保上帝嘅審判同埋救贖嘅計劃唔會延遲。好啦，我哋話整段經文就係講耶穌基督同埋摩西，但係呢個係唔係成段經文嘅中心思想呢？都唔係喎，因為你睇翻開頭嗰句同埋最嬲尾嗰句，其實佢真正要去説話嘅對象係邊個？係你。特別喺第一節嘅時候就話提醒你哋係被上帝所呼召聖潔嘅子民。而最嬲尾嗰段説話話咩啊？我們若堅持因盼望而有嘅膽量同埋誇耀，我們就是咩啊？他的家了。意思係。上帝今日要帶你去進入呢個榮耀嘅國度。如果你明白，你又相信，而你又願意能夠做一個剛強壯膽嘅人，作一個上帝喜悅嘅基督徒，你亦都有資格係成為你一個家嘅一份子啊！你明白個意思嗎？今日當我哋睇到基督呢一個嘅榮耀嘅時候，其實原來提醒翻今日我哋每一個屬佢嘅子民，今天我哋係咪帶住緊一個點樣嘅價值觀？我哋帶住一個點樣嘅信心去過每一天嘅生活？我哋嘅指望在地上還是在天上？我哋有冇去忠心去將上帝託付俾你嘅使命去完成？呢個先至係呢段經文個中心嘅意思。
今日我哋講忠心嘅僕人，唔單止講耶穌基督，唔單止講摩西，更加講到你同埋我。弟兄姊妹，堂家係屬於大家嘅。我哋盼望我哋都好好嚟到去思想翻，今天我哋喺神嘅家裏邊，我哋點樣能夠忠心嚟到去服侍佢，作上帝喜悅嘅事。我哋一齊嚟祈禱。主啊，願你施恩，讓我哋認識你更深，以致我哋都能夠願意去回應上帝俾我哋嘅呼召，讓我哋唔去被呢個世界同化，讓我哋眼光亦都唔係即係睇世上嘅事情，讓我哋知道我哋已經有嗰個活潑可靠嘅盼望，並且教我哋點樣能夠作起一個忠心嘅僕人。求主幫助我哋，聽我哋禱告，奉耶穌基督嘅聖名。感謝葉牧師今日透過希伯來書嘅教導，讓我哋再次睇到耶穌甘心樂意喺神家裏面作兒子，完全咁樣信服，為要榮耀父神。我哋都係屬於上帝嘅，我哋係被佢親自呼召同埋建立。讓我哋咧，你願唔願意好似耶穌咁樣甘心樂意成為神榮耀嘅器皿呢？讓我哋一同起立，我哋以呢首歌去回應上帝，去立志成為上帝榮耀嘅器皿。主耶和華的靈在我身上，叫我傳好信息給謙卑的人，醫好傷心的人，安慰被愛的人，報告他的恩典將要來到。我是承載神榮耀的器皿，我是承載神大能的器皿，星星發光，神的榮耀發現照耀我，左眼左光，將盼望帶入人群裡。被擄的得釋放，被囚的出監牢，因耶穌的靈，神蹟要發生，前去的要行走，瞎眼的要看見，耶穌在這裡，天國在這裡。在神榮耀的器皿，我是承載神大能的器皿，星星發光，神的榮耀發現照耀我，左眼左光，將盼望帶入人群裡。願我哋將呢份盼望帶入人群裏面，成為上帝榮耀嘅器皿。各位清楚，而家係奉獻嘅時間，請大家稍作準備。如果大家唔明白奉獻嘅意義，可以將奉獻袋傳開。有請司事。請大家起立，我哋一同唱奉獻曲。
身心獻上，求成為活祭獻情，純全聖潔，沒有玷污，感恩讚美，如活祭獻情，誠實獻上給你。大家請坐。而係關心油堂家嘅事，我哋有請葉牧師。好，我頭先咧同我哋旁邊弟兄姊妹咧都彼此問咯，係嘛？耶穌愛你嚇，平安。係啦，咁今日應該咧就冇新朋友喺我哋中間，係咪啊？應該係啦，好㗎。咁啊睇下啲嘅家事報告啦。好嗱，咁咧就下個禮拜咧係聖餐嘅崇拜啦。請弟兄姊妹咧預備我哋嘅心靈咧去領受主餐。咁啊，今日10點半鐘啊，大家要坐定定嘅咯喎嚇。我哋咧會一齊咧去讀下詩篇啊，有個朱傳道喺我哋中間。咁啊，詩篇係一個好豐富嘅聖經裏邊一個好重要嘅一個文體啊，亦都係咧裏邊有豐富嘅同敬拜、祈禱好有關係嘅一篇嘅即係書卷啊。咁啊，其實講詩篇唔容易噶，所以我知道佢朱傳道嚇即係落盡心機嚟到好預備㗎啦嚇。咁所以大家咧唔好錯失呢一個靈糧嘅機會嚇，咁一陣間10點半鐘啊，希望大家都能夠留低一齊咧嚟到去學習。好，另外啦，咁我哋咧就一年都有幾次嘅靈修小聚，咁我哋今年嘅第一次呢，就會3月15號，咁咧就2點半到4點鐘，咁有咧唐偉新先生，本來上年12月咧佢嚟幫我哋舉辦一次嘅，但係因為嗰次啱啱咧就又抱恙要做手術添嚇，咁所以咧就嗰次就取消咗，咁去康復翻啦。咁啊亦都咧今次帶我哋咧就喺復活節受苦節期間裏邊咧嚟到去思想主自己啊，咁啊歡迎大家嚟到報名參加啦。今次題目叫困境中的盼望，咁我相信咧呢個都好貼近我哋而家嘅經歷啊，咁啊鼓勵大家可以即係報名。好啦，另外咧，我哋特別想報告翻我哋呢一個嘅逾越節嘅晚餐。嗰個上個禮拜其實報告過㗎啦。咁啊就我哋今次都係分翻3段嘅時間，基本上咧我哋都係邀請幾個小組咧一齊咧去分擔整個籌備嘅工作。嗱咁所以我好鼓勵大家能夠可以一齊報名。啊咁我哋咧就Polly 咧就本來就話下個禮拜就要截止㗎啦。我咧就即係心軟咗少少嚇，俾多幾日大家。咁希望大家咧能夠都可以一齊出席。我哋今次亦都希望咧弟兄姊妹一齊合作嘅時候咧，我哋多啲去學下點樣去安排呢一個逾越節晚餐咧。可能下年咧就唔使啦，就自己個小組自己搞就得啦嚇。咁其實猶太人都係自己屋企做嘅。咁所以咧，其實係可以我哋自己嚟嘅。咁今年咧，我哋仲特別咧，真係買咗一啲猶太人用嘅逾越節用嘅無酵餅喎嚇。咁啊，大家可以嚟試下嚇。咁我哋咧就3個時段啦。3月20、3月21同埋26星期5、星期6同埋星期4。星期5、星期6咧都係夜晚嘅時間。星期4咧就會朝頭早。我哋特別為啲長者準備。不過唔使驚，你嚟到你唔係長者，我哋都歡迎你嘅嚇。你啱啱嗰日放假。都唔定嚇，咁啊，所以咧但係咧，我哋嘅費用咧就係成人就110蚊嚇，咁60歲以上嘅長者，60歲都唔係好長啫，係咪啊？咁啊，但係都係俾埋你啦嚇。20歲以上係咪全職學生咧就收90蚊 ？OK， 嗱，咁我哋比上年平好多咯喎，上年我哋收150蚊嘅嚇，咁啊，所以咧今年就更加經濟啦。咁啊，但係咧內容咧唔會少咗嘅嚇，咁啊鼓勵大家係盡快報名好唔好啊？一陣間完咗你可以去接待處度報名，同埋你可以鼓勵埋咧你嗰啲小組啊弟兄姊妹一齊報名參加 ，OK？ 好啦，另外一個好重要嘅聚會就係咧3月29號嚇。今年咧我哋好感謝神，我哋同咧呢一個嘅頌恩旋律咧就合辦呢一個復活節嘅音樂劇《未完的故事》。咁其實咧就係將耶穌基督由審又去被釘到咧復活嘅故事咧，用音樂劇嘅形式嚟到去演繹。嗱，我就偷聽過佢哋彩排咧係唱得好好嘅嚇。咁啊就鼓勵大家你係當係一個即係受苦節嘅聚會又得。更加希望你可以邀請最少1個未信嘅朋友，好唔好啊？
嚟到去參加呢一個聚會。喺邊度舉行呢？唔係喺教會啊嚇，我哋教會太細啦。咁我哋咧會喺社區會堂。我哋今年咧book咗咧社區會堂嚇，3月29係星期日嘅夜晚啊，你可以咧同啲朋友食飯之後請佢一齊嚟。咁啊，你記得我哋嗰日係唔需要飛嘅。唔需要入場券嘅，嚟到就可以入去坐㗎啦。咁所以咧，建議你再早少少，起碼早15分鐘嚇，能夠咧去到即係呢個地方揾個位坐低，咁跟住咧就準備開始呢個聚會。更加為嗰啲未信嘅朋友嚟到祈禱，好唔好啊？一齊嚟到參與，因為咧個地方咁大咧，得3、4個喺度坐聽咧就好冷清清啊，冇意思啦，好唔好啊？咁其他教會嘅基督徒基督徒嘅朋友都歡迎佢哋可以嚟嘅，更加歡迎佢帶嗰啲未信嘅朋友一齊嚟，好嘛？大家一齊幫我哋咧去宣傳呢一個嘅聚會，多啲人嚟到參加呢一個嘅報道會。3月29號星期日晚。另外啦，咁我哋自己仍然會有呢個受苦節嘅崇拜嚇，4月3號星期5嘅朝頭早10點到12點鐘，紀念主嘅受苦同埋犧牲嚇。而嗰個禮拜嘅崇拜咧，就係咧係一個復活節嘅崇拜。咁我哋定咗個主題啦，叫復活嘅主使人生命改變。我哋今次特別請到一位陳毅弟兄，都喺信主之後呢，自己生命都有好深刻嘅經歷，試過咧重病，亦都試過咧工作壓力相當之大，甚至乎想過自殺，但係就喺自殺嘅嗰一刻，突然間去睇到上帝嘅聲音，佢點樣扭轉自己整個嘅生命。咁我好有意思嘅見證。嗰日咧有周慧心傳道嚟到講道，咁所以又係啦，呢一個嘅聚會咧，歡迎大家咧係自己一定要嚟啦，自己崇拜啊嘛。平時崇拜即係冇額外嘅，不過你都可以邀請一啲微信嘅朋友嚟到去即係參加啦。鼓勵大家咧，亦都係即係珍惜喺復活節一個咁重要嘅節期咧。我哋自己又能夠去親近主，我哋又能夠咧分享福音嗰個嘅信息嚇。咁所以啲小組咧亦都可以嘗試去調教下你哋嘅活動啦嚇。咁可以咧，譬如即係減少咗1、2次咧，一齊去參加逾越節晚餐，一齊去參加嗰個音樂劇嘅報道會咁係一個咧係好好嘅事情啦。好，另外啦，咁我哋咧就仍然鼓勵大家考慮咧呢個8月嘅咧台灣短宣我哋咧會去探下周成牧師大家啲普通話可以嗎？唔可以都冇問題㗎我哋咧都有啲專業人士幫你去訓練。而家 AI 好好你知唔知啊？可以咧同佢傾偈咧，你可以用普通話同佢傾偈，跟住你話我邊度讀得唔好咧？請你糾正下我啦，咁樣嚇。所以咧語言依家應該唔係成為一個最大嘅困難嚟㗎啦嚇。咁希望大家考慮下8月13到17號會唔會一齊咧去台灣嚟到去做報道工作？我而家最近同周傳道一齊構思緊，究竟呢次喺台灣我要做啲咩嘢？可能有啲突破嘅嚇。咁希望大家都可以一齊嚟參與啦。咁如果咧你想了解多啲嘅，你可以揾周傳道啦，同埋咧就去接待處報名攞呢個報名表。聽講話要篩選嘅喎咁所以好認真㗎。咁鼓勵大家咧去，亦都認真嘅考慮參與啦。下個禮拜日嘅下晝，我哋會有一個社區探訪分享會。咁咧，我哋就油塘街其中一個好即係做咗好耐嘅，就係一啲社區探訪工作。其實咧數下咧都唔少長者喺我哋探訪之後咧信咗主洗到嚟嘅喎，原來咁弟兄姊妹咧如果你想了解多啲，下個禮拜日嘅下晝2點半到4點鐘喺教會，我哋會有一個嘅分享會，分享翻喺社區探訪嘅見證經驗，有啲意見嘅交流，邊度做得好，邊度做得唔好。咁如果你未做過嘅，想了解下嘅，就歡迎你出席請你都去接待處嗰度報名。咁朱傳道咧就可以即係預備下啲地方一啲物資鼓勵大家可以為自己會唔會有機會長遠參與呢個長者探訪工作嚟社區探訪工作嚟到去即係祈禱亦都鼓勵你參加呢一個嘅分享會。好啦，咁我哋咧就都講下咧教會嘅收支嘅情況嚇。咁1月份個收支報告其實已經貼咗喺壁報同埋咧我哋嘅手機嗰個程式嗰度噶啦，咁大家可以嚟到去查閲啦。今日就講翻少少啦。咁我哋都感謝神嘅1月咧，我哋都有盈餘咁咧就基本上咧，我哋1月咧，我哋嘅總收入都有30萬嘅，咁支出大概29萬啦。咁我哋咧都有5000零蚊嘅盈餘，咁呢個都比起上年咧係多咗少少嘅，係啦。咁呢個好感謝神啦，都上帝為我哋有預備。
不過差傳嗰度咧就我哋爭啲啦咁啊嚇，咁啊就即係我哋差傳1月嘅奉獻咧，只係收到咧係即係18,400蚊嘅啫。咁但係我哋支出咧其實恆常支出嚟㗎啦，差唔多，因為咧我哋固定會支持一啲嘅宣教士嚇，每個月啊，我哋都要3萬幾蚊咧先至夠嘅，基本上 cover 到我哋嗰個嘅即係開支啦。咁所以今個月咧，我哋都有16,000幾蚊嘅赤字嘅嚇。不過咧，我哋都好相信上帝係供應嘅。咁同埋弟兄姊妹有陣時可能呢個月有奉獻，可能有陣時可能會未必個月平均咁樣。咁但係我亦都鼓勵大家知道，咁亦都係一齊努力啦。咁咧喺即係呢一個慈惠同埋擴堂嗰度咧，我都感謝主弟兄姊妹都有我哋嘅奉獻，因為冇乜特別嘅開支嚇，咁所以就唔講啦。不過都同大家講下咧，少少一個年度嘅總結嚇。咁即係話2025年咧，基本上咧我哋都做咗一啲嘅統計㗎啦。不過咧就呢個未審計嘅，我哋核數咧會3月中度先至會做，所以而家呢個數字可能咧會到核數之後咧會有少少變動都唔奇。不過咧即係應該就唔會出入好大嘅。嗱，我哋好感謝神嘅，梗係俾啲好嘢大家睇下先啦，係咪？所以就黃色就 highlight 咗佢喺度嚇。咁咧我哋咧出2025年嗰個嘅收入咧，的確咧嘅實際嘅收入咧，比我哋預期咧係好好多嘅。亦真係用好多嚟去形容嚇，咁啊包括乜嘢咧？常費嘅奉獻咧係比我哋預期咧係多咗20% 啦。咁我哋嗰個嘅差傳奉獻咧更加多咗26% 嘅嚇。咁所以咧整體我哋嗰個嘅奉獻咧係即係都多咗都多咗成咧23% 嘅嚇。咁我哋咧原先咧係諗住咧400幾萬嘅奉獻咧，我哋今年咧其實係收咗有500幾萬嘅奉獻嘅。咁咧就另外咧特別我都講過啦，呢個咧就係我哋個慈惠奉獻啊，呢個最犀利啊，多咗76% 嚇。咁其實大家明嘅，因為我哋呢幾年嘅做法都係啦，我哋咧都希望能夠睇到外間有需要咧，我哋希望能夠即係鼓勵弟兄姊妹都關心人哋嘅事，呢個世界有需要嘅事情。特別我好記得我哋呢一個嘅宏福苑火災係咪啊？我哋都收幾萬，10幾萬喎係嘛？加埋教會都係。唔記得啦，係嘛？佢應佢最清楚，我乜都係問佢嘅其實。咁所以咧就係真係多咗好多嘅。咁我覺得呢個雖然我哋有陣時我哋都唔夠錢啦，但係咧我哋都係冇吝嗇，我哋去盡能力去關心呢個世界。我覺得呢個都係有堂家嘅信念嚟嘅嚇。咁啊好感謝神啦。好，咁所以咧就我哋喺即係收入就咁啦，支出又如何咧？咁樣嗱，支出咧其實你都睇到咧就嗱。呢個係預算，而實際咧其實咧就係2% 多咗少少。咁我諗呢啲開支嘅嘢咧，即係有幾個 percent 嘅出入呢度好正常啦，係咪？即係意思即係都好跟我哋預算嗰個情況去做㗎啦。咁啊，主要可能有同福嘅薪金啦，有差傳嗰個嘅開支啦，同埋咧慈惠嗰度就多咗90% 添啦嚇，即係1倍又多嚇。咁頭先我解釋咗嚇，咁所以整體嘅開支多咗5% 度啦。咁同我哋預算咧又唔係爭好遠嗱。不過咧都藍色嘅，專登唔係用紅色，呢個負數喎，呢個好嘢嚟嘅嚇。咩咧？就係即係我哋雖然預計希望可能有20幾萬係部門事工嘅支出，譬如敬拜部啊、即係基教部啊咁樣，但係咧實際上咧我哋都係18萬到嘅18萬到嘅啫。咁所以其實咧都係比我哋預計少，即係同工好慳錢啊！即係讚下同工先嚇。咁啊，即係頂尖都好慳錢，即係我哋唔係好亂咁使，唔係話即係預咗就一定係要用，都係實際需要先至去出嗰啲錢啦。咁所以其實都比我哋預算咧係少咗嘅。整體情況點咧？整體咧過去咧，如果成個整體所有嘅即係包括咧我哋嘅行政啊、同工啊、常費啊、差傳啊等等咧，我哋咧大概有3萬蚊嘅赤字嘅。咁其實咧，我哋原本係諗住70幾萬赤字咧，而家係3萬蚊咧，咁就爭好遠啦。OK，咁啊，如果係常費更加係1萬到嘅啫個赤字。咁啊，原先係諗住有70幾萬嘅。差傳好好喎，上年有即係呢一個咧係7萬幾蚊嘅盈餘喎嚇。咁呢啲咧都係好感謝神，都係睇到弟兄姊妹啦，
即係我哋知道神嘅家有需要，我哋一齊努力，每人出多少少就其實咧就可以係即係神就俾我哋睇到我哋有做嘢，上帝亦都有祝福喺我哋中間啊！咁所以咧好感謝神，都多謝弟兄姊妹嘅努力。我本來今日咧係想有一個為今年嘅需要咧做一啲信心嘅應獻，不過咧真係唔夠時間啦。咁啊，我睇下下個禮拜希望先會出呢一個嘅應獻表俾大家啦。好，咁啊有兩件嘅事情咧嚟到係祈禱嘅，一個咧為逾越節嘅晚餐嘅安排啦，希望神都祝福我哋啦。另外咧都為俄烏嘅戰爭祈禱啦。即係頭先講啦，打咗4年啦，但係會第5年已經進入第5年啦，究竟會唔會打到第6年呢？我哋希望唔會啦，但我哋繼續嘅嚟禱告。咁大家都留意下咧，如果大家平時冇攞我哋程序表咧，我鼓勵大家而家可以試下都攞翻個程序表，因為其實後邊咧都有啲弟兄姊妹嘅代禱事項可以咧係需要大家一齊紀念祈禱嘅，好唔好啊？咁啊特別咧紀念咧就Kathy 寶芳姊妹嘅媽媽兆好嚇，佢因為咧突然間身體咧係出晒濕疹啊，好嚴重。不過感謝神咧，佢食咗啲抗生素之後咧，情況好轉咗好多啦。咁啊，繼續為佢嘅康復禱告。咁啊，亦都咧好感謝主喎。黃漢琪姊妹阿 May 個女啊，咁啊27號咧就生咗個男嬰喎嚇。咁我哋都為呢件事情感恩，亦都紀念玉婷姊妹嘅爸爸媽媽嚇，佢都係即係有爸爸中風，媽媽又生蛇嚇，咁都係艱難嘅。求主自己紀念。好，一齊起立好嘛？我哋為呢啲事情咧一齊去同心嚟到去即係祈禱。阿爸天父，我哋感謝你，讓我哋咧今天一齊嘅嚟到去敬拜。我哋特別為到教會過去1年整體嗰個嘅經濟上帝哋嘅供應，同埋弟兄姊妹嗰種同心嘅奉獻嚟到感恩。我哋深信你會繼續帶領油堂家未來嗰個嘅日子。我哋喺度特別為到我哋逾越節晚餐嘅聚會向你禱告。我哋天上榮耀嘅主，願你嘅救恩同埋榮光臨到喺我哋中間。求你紀念教會喺復活節期間所舉行嘅一切聚會，使我哋喺每一次聚會裏邊都能夠以生命同埋嘴唇為你作美好嘅見證。願你嘅話臨到我哋，復興我哋愛你嘅心。求你親自紀念每一場嘅逾越節嘅晚餐，帶領我哋重溫以色列民出埃及嘅歷史，亦都深切紀念基督為我哋所成就嘅救恩。願我哋不忘你賜下嘅救贖同埋自由，亦都睇到今日嘅世代仍然有好多人喺身心靈上邊被奴役、被剝削、被壓迫，失去自由同埋盼望。求你使我哋成為你和平嘅使者，關愛鄰舍，熱心傳福音，直到主翻嚟嘅日子。求你紀念逾越節晚餐一切籌備嘅工作，眷顧每一位侍奉者嘅勞苦。願你親臨喺每一場嘅聚會裏邊，祝福每一位參加者，使我哋能夠再次被基督嘅愛激勵，心裏邊充滿感恩同埋信服。主，我哋同時呢，我哋為俄烏嘅戰爭向你禱告。我哋公義聖潔滿有憐憫嘅主，求你垂憐。俄烏嘅戰爭已經踏入第5年啦，但我哋見到戰火仍未止息，談判遲遲未見有突破，無數嘅人民仍然深陷喺痛苦同埋無望之中。主啊，求你憐憫，求你掌管俄烏未來嘅會議，使雙方嘅領袖心存敬畏你嘅心，喺公義同埋真理嘅基礎上面尋求停火同埋和平嘅道路。願你光照美歐各國嘅掌權者，願佢哋都不為私利，只為百姓嘅福祉做出正直嘅決定同埋貢獻。我亦都求你紀念受苦嘅百姓，願你賜下醫治、保護同埋平安，堅固俄烏兩地嘅教會，使佢哋喺黑暗中仍然勇敢為真理做見證，為仇敵嘅悔改、為戰俘嘅釋放切切嘅禱告。願你興起全球嘅教會都願意去接待呢啲嘅難民，醫治創傷者，見證十架嘅大愛同埋大能。和平之君啊，求你止息干戈。主啊，願你快來。弟兄姊妹，讓我哋一齊去以主禱文嚟到向上帝禱告。我們在天上的父，願人都尊你的名為聖。願你嘅國光臨，願你嘅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我們日用的飲食，今日賜給我們，免我們嘅債，如同我們免了人嘅債，不叫我們陷入試探，
救我們脱離那惡者，因為國度、權柄、榮耀，全是你的，直到永遠。阿門。讓我哋同唱三一頌，將榮耀頌讚歸俾我哋至高嘅神。讚美真神萬福之根，地上生靈當親主人，天上萬軍中讚主名，讚美聖父、聖子、聖靈。願主光照你哋，好叫你哋行在光明中，又差派你哋出去，成為世上嘅鹽同埋光。願主耶穌基督嘅恩惠、天父嘅慈愛、聖靈嘅感動，與你哋眾人同在，從今直到永永遠遠。好，我哋崇拜就到呢度，我哋去彼此問安。